儿子考试都考第一名，他很聪明。你都考第几名？我不会考试，没考过第一名。我和阿公一样聪明。哦，你说错了，我不聪明，我儿子才聪明，他都考第一名。我跟他说，我不聪明，我儿子才聪明。我知道你儿子考试都考第一名。看，护士小姐都知道。老师，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？你的作业什么时候交的？老师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回答我的问题。你的作业什么时候交的？大家都知道，迟交作业扣平时成绩20分，所以我都准时交啊。你没有迟交过，所以不知道你们班待会把没交作业的同学姓名记下来。我中午去买便当的时候，窗子没有锁上。如果严格检查，窗子内外的地板上一定会有鞋印。如果这样仍然证据不足，那么学校装饰的监视录里，应该会有你爬窗户进我办公室的明确证据。你自己说说看，你的作业什么时候出现在我办公桌上？老师，因为你说作业迟交不接受补交，这样会影响我的成绩，所以我从窗户爬进老师办公室，把我的作业放在办公桌上。张宇博，你这样的行为，我必须依照校规处理。老师不要这样子啊，我会被记过哎。你可以先回去准备上课。老师，原谅我一次啦。你再不走，上课要迟到了。小姐，我是503那廖妈妈的家属，她今天早上肚子不舒服，已经请医生来看过，可是她现在还是这样子。医生大概什么时候会来？大概是2个小时之前。老公，你儿子来了，你不是说他来要叫你吗？阿公送走有啥遗憾？我讲嘛嘅，有衰退了。同学，我们在1个小时前已先替周老先生打了强心针，你心里要做好准备。
喂，我做睡眠啦。唔好唔好，系啊，党叫我看到。我啊，行咗地啦。好啊，唔约，我一定去。我啊，因为唔伫咧睇到剧组，故所我想拜托我来听前啲生意。好，什么？好。周爱明，这请你喝。为什么？我靠，请你喝要有什么理由？谢啦。这怎么不是甜的？鲜奶放什么糖？又不是果汁调味。今天要考的你都看完了。课前预习、课后复习、考前再看一遍，总共3遍。你厉害，等一下不会的我问你。要不现在赶快问？来不及啊，你等下打9抄。下一节考试要不要照我们？我操你妈的！好了，够了啦。好了啦。妈的！人家都不还手了，你还打？散了散了。张国强，你是有恨的心，我会还你。哎，这一题不是用过去式啊，这边要用现在完成式。过去式跟现在完成式，我老是分不清楚。过去式就是动词用过去式，那现在完成式就是 have 加过去分词。那差别是什么？哎呦，差别就是一个是过去式，一个是现在完成式啊。什么啦？听不懂。有明确时间就用过去式，没有明确时间就用现在完成式。叫 Mary， 我回来了。啊，你看，你看。Michael，你回来了。Michael，你回来了。Mary， 我们跟 John 去煮饭。同学要我帮他做坏事，我不肯。你不要跟别人一起做坏事。不要跟别人一起做坏事。我才不会做坏事。他们3个打我1个，我也不怕。你很好，不要跟别人打架。不要跟别人打架。我才不会打架。打架会打到头笨笨。头会变笨笨。
好了没？好了没？学英文去美国？好了，等一下哈。长着鸡蛋的字念 o， 鸡蛋是 o， 这个也是 o。答对了，很聪明。好了，这个是 John 的便当，这个是 Mary 的便当，这个是我的。为什么你吃那么少？你要上班赚钱，要多吃点。我们每天都吃一样啊。我要买月票，我少吃一点可以省点钱。我知道，我会啊。这样就跟每天一样多了。鼻子怎么了？过敏啊，尤其是早上的时候最严重。吃药会好吗？不会，那为什么还吃？不吃更严重。借我看你的药。你将来想当医生哦？没有，那你看我的药在研究什么？好奇而已。好奇特的理由，不想当医生，干嘛对药有兴趣？当医生要花很多学费。这理由更奇怪。这药苦吗？这个会苦，这个是胶囊的还好，这是胃药，有一点凉凉甜甜的。药分这么多味道，我都不知道。你没吃过药吗？没有，我没生过病。真好。不能生病，因为看病要花钱。又是钱。对啊，我不能生病，因为我没钱看病。我不能读医科，因为读医科多念3年才能毕业赚钱。我没钱补习，所以不读自然组。你没补习还考上北联的第1志愿哦。我英文考满分。你怎么那么厉害？老师教我，考试胜过别人一定要有计划，别人的弱点要变成自己的强项。你做事都这么有计划吗？因为照着计划走，才不会浪费时间、浪费钱啊。哦，所以考北联也是计划之一。我是我们镇上第一个考上建中的，镇公所还给我奖学金。听起来好功利的感觉哦，读书好像是为了赚奖学金。你不要生气哦。我讲的是教你这种观念的老师，不是讲你。我的目标是考进师范大学，不用缴学费，还有零用钱，然后在国内读研究所，拿博士学位，将来做教授。这样投资的时间短，收入还比一般老师高。你真的没有跟我生气，我很高兴。你知不知道你很有名？我们搭车的女生都知道，这一班车有一个被字典的建中男生。
第一节课就打瞌睡，才刚考完月考，不必那么拼吧？我靠，你干嘛？上次你请我喝了鲜奶，现在还你。你今天一定没吃早餐。你又知道了。没吃早餐，肚子饿，血糖太低，所以上课打瞌睡。啊，会这样哦？我马只是护校的，说什么没吃早餐会影响学习效果。真的啊？谁知道，反正我没差。你没吃早餐，这给你喝。谢了，我吃过了。我是昨天晚上睡太晚才打瞌睡。按怎去呐？去基隆啦，去阿妹啦，去做嘢啦。恭喜哦，要做阿婆的呢。恭妹也恭啦。恭来的，送包卵的。你都这样背英文单字的哦？教客家话好不好？你学客家话要做什么？学客家话有什么不好？怎么好像你在跟我抬杠？不是啦，我是要你当我老师，教我客家话。好，廖老师现在就教你，先从唱客家歌开始。可是我声音不好听。没关系，又不是参加歌唱比赛。客家话的文法跟国语一不一样？一样啊，又不是外国话。我先唱一首客家歌给你听。天公啊，落水哟，暗暝啊，带当初无来到行水边，行水呀，长又长，夜在个水中，秋来秋去。周慧明，这个请你喝。谢了，我不要。我又不会陷害你，我也不会帮你作弊。干嘛那么记仇？我又没有要你帮我作弊。没事，我要看书了。明天要考英文，你帮我画重点。课本拿来。你为什么不好好念书？反正念完这学期我就要走了。去哪？我老头要外派到美国，跟着去。那你更要把英文学好。随便啦，反正这学期成绩不要太难看就好了。英文去了就会，现在不想太累。你倒很轻松。我一点都不轻松，补习重考了1年，我多累啊！能补习还不好。
你生来是天才，没补习，轻轻松松就考上建中。谁说我是天才？谁说我是轻轻松松考上这里？只要我稍微不小心，成绩就退步。我连犯错的命也没有，上天好像专门盯着我一个人看，什么轻松的都轮不到我。我这样应该算是命烂吧？什么都靠自己努力。你看我不用补习，那也是因为我缠着老师把不会的问到懂。你等一下有空再帮我画，我们都休息一下。也许这是上天要补给我的好东西。建国中学怎么讲？建国中学。建国中学。那建中就是建中。对。我的志愿呢？爱嘅志愿。爱嘅志愿。我在台北。爱铁台北。爱铁台北。考试。考试。考试。重来。考试。不是啦，我是说“重来”这个词怎么念？哦，重来。重来。重考就是重考。聪明。干嘛啦？很多人在看啊。那补习怎么讲？补习。补习。你在念什么？我念一遍，你看对不对？我是重考生，我铁台北补习，考建中，是我的志愿。对，难怪你英文学得好，你会举一反三。下一站就到了。每次都只有2站的时间，好少哦。你什么时候可以出来玩？啊，算了，不要影响你念书。我们明天早上见。明天我不搭这班车。为什么？家里有事。你家里有什么事？也不一定啦。明天早上我没有搭这班车，就是我家里有事。什么事？你好神秘哦。快到站了，你该下车了。我不会从此再也见不到你了吧？不会啦，明天放学我5点半在台北上车，我们约那班。这是菜钱，这是月票钱。OO 够不够？
票。唔係經過中學生誒，然後教育無係民族之風咯。我喺重考生，我第一套嘅補習考卷中係我之言。哦，有志氣，加油！老板，烧饼、油条还有豆浆，谢谢。好。你今天怎么换搭这一班？我们老师临时小考，所以没赶上。真的吗？还是你故意不想跟我同车？我为什么不想跟你同车？我怎么知道你在想什么？你真的很会乱想。明天在车上教我客家话。你明天要坐哪一班？跟平常一样5点。你家里的事都处理好了？应该吧。好奇怪的答案。对啦，处理好了。你真喜欢搞神秘。我陪你等车，你不要太晚回去啦。吼！要不是你们建中都是男生，不然我就以为别的女生在等你。你真的很乱想。那我问你，你有相愛真愛嗎？你讲什么？我没听懂。等你学会客家话就知道。你以后不要突然就消失，好不好？我明天一定会搭5点那班车。大概知道你昨天跟我讲的那句客家话是什么意思。講啊，講唔錯，愛發咯。愛發乜街？還蠻上到。黑講愛講錯哎，有什麼獎品？你還沒想到，等我想到了再檢查你說的，對不對？現在來學客家話。你先教我昨天那句。哪一句？你從唔講幾句啊？
说不定我讲哪记啊？唔爱讲，有想过哦。你啥呀？好。好。捡到的。蚂蚁啦，唔迄李阿伯无？是啊，唔捌个事哈。请问李医生有啲复卡无？李阿伯，然后拿了家属调查证慢啲。医生讲年用唔到了抽查证呢。俺来就来，冇跳绳，你让我搞都搞唔起。啊，细河本来是这样人啊，你们是看到太严重了，系啊。阿嫂，你叫哪呀？阿信啊，你迄抽查证件哦，得到复查房，好歹吼你也顺验到，含姜吼心意。嫂，主任，连整天都做得点，那日啦，连头那都跌头了，都过种人咩？还冇形象，一年都还没跌东西。可能事后空庭案，他绝对衰。主任。你啊成日吼有嘛敢唔错，好好啊讲，你莫安排，就即个会来。哎，哪有主意啊？你咪讲去证件伫摕，连头脑吼嘛做得伫摕。俺那迄主意，俺迄爱去记得啦。迄详细看到他马个事情叫坏坏，按用拖住人哪会转型嘛？你啊成日吼动怪，原本你严家吼，你要戆铁咯。阿生啊，好好咯，茶壶唔到，阿生啊。
李医生啊，要么医院因现场放去了啊？这个要好好管这个呀，是菜。好嘞啦，阿婶哦，图书图暗暗，当然嘛好唔起来，无哦可以多蚂蚁多啦。阿婶，天使边嘞，做咖一凉。做啥子呢？有病都给，这树溜溜去也没跌台，我都有那位太地度啊！你莫找师傅去读书啊，抢人的嘛个样。你莫看到严重，做嘛个严重？哎，唔看啊，也来呐，一到点，都见到下人转，出菜。好嘞啦，好念嘞啦，咱的事情哦，来你管，该人吼眼红，你们个事情啊，推讲拄好啊。书记，哎，甲看来，唔看啦，唔看啦，总算转来啊！你阿倒听说连寿司都点的。好嘞啦，俺去开门。阿祖，阿上伫复查当跌下来咯。后面啊，警方用意外来结案，当然爱弟，来刺杀死。医生只有经验，唔单枪真间跌脱咯，连个外套也跌脱，也生意来做安样，蛮爱跌东西。伊是你啦，叫用实验到抽查证，无还本人。其实啊，我早就伫抽查证听下给嘞。查票。让我想到我炒英文词典。破英文单词啊，按到让我记起。但因破译音，最后竟然破过个英文单词，得到看下变一个故事。很包呀。罗马啦，是梦。问一下哦，哎，你口腔里都有蚂蚁的生意都严重了吗？严重啊！有个生意呢，但是贴查里都配死点呢，还像我问一下那边同事的生意呢。查到配死点了，哎呀，咁无可能下来。迄讲查到食饭包的吼，嗰是有可能下来。可能下嘅。哎，前两生呢，我做乜解？也冇乜解啦，想拄好讲，我了解一下点点啦。讲可能也得咱添注意一下呢。冇关系啦，唔是呀。哎呀，来炒只面呀，本然好，你大起了调晒，这样好，你去甜了这样好，啊你夹来的好，脱干净的，你去门看啦。好，你大起门看啦，去看啦，好，我应该去查看啦，好。请问你找谁？你要找谁？我们这里是姓周吗？我们姓周，
我们姓周。那我大概找错地方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再见。拜拜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那里 ，Michael，你回来了。Mary， 我跟 John 去煮饭。Michael，你回来了。哎，我去煮饭。我哋一本英文词典要去叫呀。我都睇咗兩靠前，聽錯配題。為你去講，又為人搖，加油！係巴多查標家下從來都冇人啲嘅。若是咱當作迄個生意呢，對個困到的物價，天數嘅性命哦。什麼這樣事不用講啊！哎，我嘛該啦。哦，係哦，你下後唔用嘅證件，又俾人捉到冇啊？問咁多嘅證件冇拿嚟用，係因為坐火車到台北讀書，攞出嚟查錢係嘅負擔，係講坐車唔是錢，咁就做嚟嚟查錢，生下來是走。我記得我真用忘記叫，大約1-2禮拜就冇再過用嘅。Michael， 你的制服又放错在我的衣柜里面，已经放错2次喽。Michael 错2次喽。你有事情在这里，你不高兴对不对 ？Michael 不高兴对不对？沒有啊。你有。从这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一共6天。你心里有事，我都知道。为什么？谁对你不好？告诉 John 啊。John， 我喜欢一个女生，那个女生不理我了。你喜欢女生？你要结婚了，你不要我们了。为什么说我不要你们？因为 John 和 Mary 结婚 ，John 的爸爸妈妈就死掉了。那是因为爷爷奶奶年纪大了，要到天上去住，跟 John 和 Mary 结婚没有关系。你结婚不会不要我们哦。我还是学生，结什么婚？我这样子，谁会嫁给我？我跟 John 说过之后，这里好了啦。John 和 Mary 先去睡觉，明天还要上班。
试都考第1名，他很聪明。他很聪明。那你有工作吗？我们在工厂工作，我们做鞋子。做鞋子。John，我为什么会在医院？医生说你营养不良，昏倒。Michael 昏倒。我们没有钱住医院，我要回家。周同学，你是因为长期营养不良才会晕倒，医师建议你在医院疗养几天，观察一下。至于医药费用，不用担心，我们镇长一向是最关心镇上的贫困家庭，何况你又是我们镇上最好的学生。庄先生，咱介绍，一位係政工所嘅秘書，一位係記者莊先生。兩個下服侍備會談，兩位人不平日休息。好，來請。你刚才睡觉，一直睡，后来才醒来。John，不要害怕。John，不要害怕。我没事。我刚才跟记者说你很聪明，他说要告诉大家来帮忙。大家来帮忙。抱着一灯，全世界人都知道。嗨，廖树秋，周慧敏，你还好吗？抱着一灯，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。这是五爪苹果。什么五爪苹果？怎么写？爪子的爪。你看这里凸出来的5个，像不像我们这里？所以叫五爪。你闻闻看，很香哦。你的头发好香啊！叫你闻苹果啦。Michael，我们来了。他们是我的父母。我是 John， 她是 Mary。我是 Mary。周伯伯，周妈妈。他叫廖树秋，是我的朋友。她是那个女生，她好漂亮。她好漂亮。你刚
是不是不喜欢我看到他们的反应？你不是看过报纸，那你应该知道我家的状况。如果你不喜欢，那为什么还来看我？你这样说很不公平哎！你每天跟他们相处，你已经习惯了，我才第一次见到他们，我只是还不习惯而已。我不喜欢别人对我父母不礼貌。我不是那样子的人。我怎么知道你跟别人不一样？你知道吗？之前你用别人的证件搭火车，我想你是因为我知道了，心里不好受。我一直在等你心情好一点，再跟我解释你的原因。可是你再也不搭我们约好的那班火车，让我觉得你在生我的气。你正在等我找你。我不喜欢人家生我的气。你要是再生我的气，我就不理你了。我相信你。你相信我？我不喜欢的事，就算你不相信我，我还是不喜欢啊。我相信你跟别人不一样。那就好。我先回去了。我不是故意要用别人的证件搭火车。我知道，我相信你。捡到证件之前，因为没有钱吃早餐，影响了我的体力，也影响了我的成绩。成绩是我唯一的希望，所以我就安慰自己，也许那个证件是上天要给我的好东西。现在我知道了，原来你才是。我要是早一点知道就好了。你怎么了？我坐一下，休息一下就没事了。有点气喘发作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要不要看医生？没关系，气喘跟过敏一样，很难好。那要花很多钱吧？常常要到医院看医生拿药。你爸在哪里上班？我们家开钟表行的。那你爸妈应该很疼你，不然他们赚的钱都会被你花光吧？我不知道开钟表行赚不赚钱呢。不过我3个哥哥去美国留学都是花家里的钱。你会去美国吗？唔講黑花，人哋雙英談唔講黑花，當課堂。我爸我愛去，不過我唔想去。做乜唔可以？我講驚到按摩行，將我一下提嘅，我要驚啊。迄個危險美國，唔可以停危險毛。去美國，我要去。乜嘅意思？你下張過去，等伊太好脱體，說來因紅買做病啦，行愛當救，我就會講了。唔中我有夢想啊！你想的事情都懂演呢。我愛轉了，安轉，林美笑，聽講你，真來看你。我聽講呢支煙響煙只學教，負責當證件。这个是报纸读者寄给你的，以后如果还有，我会找人送到你家里去。谢谢你，主任。
哎，周瑞明，你出院了？我做不出院。今日咧，查个了位分体，把你同意马上送到医院去呢。什么？报纸上没有登下新闻呢，唔正经迄个当过还说呢。嗰時我心知肚明，迄個我留家屬坐查證那本針狀，假使見滿我叫嚴多。我老實講，佢聽說我們將馬康叫聲拿出來，我要冇功法了，拿到批啲查針，我要笑，報紙定工我喺新聞，睇架就點我啲生意，故所嚟今天就應不用停我啲啊。呀，伫那做啥啊？家己睇教書。啊，唔好呀，太好教書啊！唔通讲，整天跌退咧，盼过就好个啊！有烦无烦，无乜关系呢。这个讲，这样是抽查钱，哎，做主人唔納退咧。既然老外納咗幾多錢呢？嗰睇研究嘅，我是講，係，玩多年呢，那麼還唔明到，我哋玩日真錢啊！我俩生意就搶咗2件不該做嘅事。我拉係閒菜，我唔窮樣，你哋睇我教書張錯嘅。點啊？唔識送嘅啦，唔識送嘅。我記得你成個成幾年係民國66年9月22日，我唔記得係那樣事念到夾真嘅呀。按叫嘅事情我記唔得啦。不過我記得我嗰時開書店編故事做記錄嘛，念到真嘅事情應該編故事地圖，我最查看呢。好。今年你成個身啊心肝太痛，痛到連頭皮都會痛哦。醫生所有的馬解，我總係想來佢唔記得。我說唔家那個證件出來，那人一下都冇轉過來。你這人才家係做義事啊，別人冇才嘅，那點都將來佢唔記得。原來你做你阿爸，你做你阿爸。所有人在用，所有人在用，有人在用。先不要出去，先不要出去。發生什麼事啊？有人要抓我，他是壞人。這一站是英哥。幫忙，再躲一站。你到底發生什麼事？我家住在花蓮，國中畢業之後，我就到老師家帶小孩。後來師長想要對我非禮，我就逃出來了。不知道剛剛幫忙拉我上火車的人有沒有怎麼樣？那個來交廁所門的人是你師長，還是拉你上火車的人？我不知道。我追火車的時候，師長也追來了。有一個人站在車廂門口，他脫下外套，讓我抓住，幫我跳上火車。我一上火車，他就叫我快跑，然後我就遇到你們。我就在這一站下車。你平安之後記得寫信給我，我留個地址給你。我的字很醜，你不要笑我。
不会啦。你叫周瑞明。你也没告诉我你的名字。我叫吴秀慧，口天吴，秀气的秀，贤惠的惠。我会写信给你。再见。这是从医院带来的信。是。这是我们家的信箱。我们家的信箱。女生的照片，不是那个要结婚的女生。结婚的女生。她叫吴秀慧，我在火车上认识的，我帮过她。她说礼拜天要来找我。帮别人很好，你很聪明。Michael 很聪明。别人一直给我们钱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等我长大赚钱，也可以做好事帮助别人。很好，做好事，不要做坏事哦。不要做坏事哦。喂，请问廖素秋在不在？我姓周，我叫周瑞明。我打电话到你家有没有关系？还好啦，我家人问我你是不是报纸上登的那个周瑞明。这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寄给我的一封信，信上说想要跟我见面，我想问你意见。你相信这信上说的吗？所以我才问你意见啊。你不是说报纸登了你的消息之后，收到很多人的捐款？到现在为止，收到快20万了。那不是太巧了吗？对方也是看到报纸才知道我在哪里。信是寄到你家吗？寄到医院，医院拿给我。那对方可以透过医院找你啊，为什么要你去跟他们见面？我觉得很有可能是骗人的。我总是要弄清楚吧。明天礼拜天，我想先去看看，你陪我去好不好？我觉得你最好还是找医院或者是学校老师教官陪你去比较安全。这不是找谁去的问题好不好？我一直过这种我不想要的生活，现在有人写信告诉我，说我是别人的小孩，说我亲生的父母不在了，说我是家里的老幺，说我5个哥哥2个姐姐。如果这是真的，从此以后我就不是，我的人生就不一样了，知不知道？你又生气了，是你要问我的意见的。我没有生气，你要不要陪我去？如果我不陪你去，你是不是会生气？看来是不陪我去了。我的意见刚刚都说了。这有什么好怕？他信上有写地址，
我想明天只是先去观察看看，再决定要不要跟对方见面。他住基隆，我没去过基隆，你陪我去，两个人比较好找路。嗯。来学英文，去美国。去美国。娇，你今天放假不用学英文，因为我要出去。好。你要去哪里？你要去哪里？我要跟女生出去。那个你要结婚女生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不是啦，是那个女生，不是要结婚的啦。你会回来吗？你会回来吗？会啦，下午就回来。喂，喂，你为什么没来？我早上气喘发作，刚刚才从音乐回来。那明天还有一天假，我们明天再去好不好？明天也不行。我只要压力大就会这样。那你什么时候可以好？我不知道，大概要1个礼拜吧。那等你下个礼拜好了，再陪我去好不好？你要不要先找别人陪你去啊？没关系，我等你。反正都那么多年了，也不急在这个礼拜。我觉得我还是不要去比较好哎。为什么？你不想陪我去？我觉得好累哦。那你就多休息啊。不是啦，我是觉得我们这样子好累哦。你什么意思？那天回来之后，我就觉得我好怕你生气。我跟你说过，我不喜欢别人生我的气。我们这样子，我压力好大，我压力大就会气喘发作。你那天来医院看我，要走的时候，你跟我说，我要是再生你气，就不理我。我现在知道那不是真的，真正原因是你跟别人都一样。我不会再给你压力了，再见。你怎么跑到我家来了？我有写信告诉你说，我今天要来你家找你啊。对不起，我忘了。你找我什么事？哦，我家里人写信给我，要我回花莲，他们要我回去结婚，可是我还不想那么早结婚呢。那就不要回去啊。我现在在中立工业区的工作收入不错，除了寄钱回家，我还想要存钱读夜校。但是他们要我回家嫁给一个退伍老兵，这样子一次就可以有一笔收入，家里又很需要钱。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我只是个高中生，我也不知道。可是你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最聪明的啊，你能帮我想个办法吗？
我自己也有解决不了的问题。你看起来真的很烦恼哎，你在烦恼什么？可以告诉我吗？说出来会好一点哦。有人写信告诉我，说我亲生的父母住在基隆，我是他们生下来没多久就送给现在的父母收养。那你想不想找到你亲生父母亲？你想那要是真的，我要怎么办？丢下现在的父母不管，跑去认祖归宗，那谁来照顾他们？有人跟我说，那个写信的人是骗子。他怎么知道？谁告诉你的啊？一个我喜欢的女生。真不好意思，你有烦恼，我还来麻烦你。你来之前又不知道，你的事情我真的没有办法给你意见。没关系，我自己回去再好好想一想再说吧。操！医生说事情灵验，就会做你身上。你阿爸强盗唔收费，警过去清暝伫复查坊看到李神的你。就会安尼嘞，其他的事阿木跟老师给我讲。俺是谁哦？俺是在听说的，俺正好愿意做。多谢。凤娘啊！你有看到哦？你啊是救到一个好生人的哦。原来啊，为了救人啊，连自家的命都没顾呢。也就证明啊，人的好阿妹，了解自家的生人呢，已经要自杀嘞。那枪啊，规日来将我念去、讲去。无去了解去，俺老豆伊用自杀来骗俺嘞，俺下一年啊哪有面皮去看牙条啦？啊？
记录会生意呢？啊？我们结婚了。样还蛮结婚啊？不是是太爱哟，好土嘞！人呐，总会身家立业，不论家个事业做到样系太样好，就喊到一个家庭撑得还唔想吵。哦，是菜哦，唔讲，俺又来啊，总还干俩干鸡，真奇呢哦，怪唔得。爹爸，你可以爱弟。阿弟呐，从细啊就把亲人命来念，阿爸人也无穷养，伊较了解世界会来的，记得今日迄日木卡，佢用是廿毛赚哦，有提个放嚟嘅，到廿八廿咩，穷养你个等赚无？你还没走，我记得你。你今天在这里等女朋友，我们每天在这里等儿子。对，等儿子。我儿子很聪明，他都考第1名。他还会教我们讲英文哦。他说以后要带我们去美国。Michael 带我们去美国。去美国好啊，你儿子让你们享福。我儿子不知道我们不去，不要讲哦。不可以讲哦。为什么不去？我儿子聪明，我不聪明。去美国会被笑。去美国会被笑。我不想让我儿子被笑，我不喜欢，不要讲哦。你不可以讲哦。我儿子快要回来了，你不要在这里，你就不会讲，你赶快走哦。赶快走。记得啦，一份少半下滴哦。听说我来生日喜酒，在这嘞。来到家就甜蜜鬼做生日，请
请来看看，你会讲也迄爱转来平爱咩？嘿啦，每夜来夜，本上都每个靠徛咩啊？毋过啊，我感觉到因为博下都多见嘛，唔请结婚。结婚？结婚啊！你太太，俺哪对得掉？是条命对唔啦？喂，雅蒂啊，妈妈怎么啦？小姐，我是那个503廖妈妈的家属。她今天早上肚子不舒服，医生已经过来看过了，可是她到现在还没有好转呢。可不可以麻烦再过去看一下？